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讲到第22页的中间，就是等等当中串习之后呢，现证自己的菩提。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若根据就是唯识实相派，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有分为唯识实相派，还有唯识假相派。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唯识实相派。唯识实相派呢，它就是随教型的唯识宗；那唯识假相派呢，就是随理型的唯识宗。那就如同呢，我们在讲到经部宗的时候呢，也讲到说经部宗呢，它分为就是随教型的经部宗，还有随理型的经部宗。那随教型的经部宗呢，它最主要依据的论点呢，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那随理型的经部宗呢，它最主要依据的教典呢是七不量论。那所以我们在这之前呢，就是也讲到了，就是有唯识宗分为3种的菩提。那上面所讲的呢，就是实相派还有假相派呢，他们所共同承许的就是有所谓的三乘菩提。那不过接下来呢，就是实相派还有假相派呢，他们各自呢不同的这个主张。那也因为说他们对于三乘菩提呢有不同安立的缘故呢，所以会讲到说，就是三乘的有情呢，他们最后是如何到达他们的所希愿的究竟菩提。那从中呢，就衍生出了就是他们是承许究竟三乘道，还是究竟一乘道？那同样呢，后由这个问题呢，又会讨论到说，那他们是否承许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成佛？那这个虽然说在课文里面呢没有直接提到，但是这些呢都是相关联的内容。那所以这里呢，就想要说，如果依据就是唯识实相派的话呢，他们主张就是声闻独觉阿罗汉呢，在无余涅槃时呢，他们了知的相续呢就是会断绝的。那在前面呢，我们就想要说，就是声闻阿罗汉为什么会提到说像是声闻还有阿罗汉呢？就是前面呢，就是我们总说里面就讲说，在唯识中呢，它承许说有三乘的有情。那三乘有情呢，所以就分为就是三乘有情所追求的3种菩提。那所以为了追求各自的这个菩提呢，那像是声闻缘觉的这个有学道，或是大乘的有学道有情呢，那一开始就先讲到说声闻还有缘觉的这个有学道的这个普特伽罗呢，他们一开始呢就是依着以这个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见解呢，那像是声闻有情，他依着就是通达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了知呢，然后去累积下品的福德之量，然后呢累积了就是3次之后，就是3生之后呢，他就能够现证呢声闻的这个菩提。那以独觉的有情来说呢，他也是依着就是通达普特伽罗的这个智慧呢，然后配合的就是中品的这个资粮，中品的这个福德资粮，然后透有百劫的修持之后呢，然后能够现证就是独觉的菩提。那大乘的菩萨呢，他则是依着就是法无我。那这里法无我的见解呢，是讲到说就是能取所取执异空的这个见解。那这是这边直接显现的见解。那当然也包含了就是摄为全摄之身所趋的去入境志向成立空的这个见解呢，就是依这2个呢都可以。然后呢，透由3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来累积资粮。那3大阿僧祇劫呢，就然后说资粮道和有加行道呢，会承办1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不净7地呢，会承办第2大阿僧祇劫的资粮。那最后呢，就是8、9、10地呢，清净3地呢，会累积第3阿僧祇劫的资粮。那累积了3大阿僧祇劫资粮之后呢，最后成就无上菩提。那这个呢是前面呢我们所讲到的。那所以这里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唯识实相派呢，他主张就是他承许呢声闻还有缘觉的阿罗汉呢在无余涅槃。那我们知道说，当他们阿罗汉他什么时候声闻和独觉的有情，他什么时候承办了阿罗汉果呢？他就承办了就是所谓的涅槃。所以涅槃呢，也就是断除烦恼上的这个所断除烦恼上他有获得这个断功德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涅槃。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灭地还有涅槃呢，这2者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区分清楚。
那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就是主张声闻缘觉阿罗汉呢，在无余涅槃的时候，那讲到无余涅槃呢，我们就知道说，涅槃它有分为就是有余涅槃，还有无余涅槃。那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涅槃呢？灭槃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获得断除烦恼障的这个灭尽定。那这个灭尽定呢，就是所谓的涅槃。那涅槃呢，或者说这个灭尽定呢，它是灭地的体性，但是呢，它的范围呢比灭地还要小。所以灭尽定呢，它是三宝当中里面的法宝。那在法宝里面呢，就是道地和灭地当中呢，它是属于灭地。所以我们在讲到灭尽定，那还有像是我们在讲到就是大因果的时候，里面有讲到说像是离系果，所以灭尽定、离系果，还有这个断功德呢，那这些呢，它全部呢都是属于，它全部呢都是同意的。那不过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到说，就是灭地呢，还有灭尽定呢，这两者呢，就是有范围的大小。就是灭地呢，它的范围比较大。那什么时候能够获得灭地呢？那其实就是当我们获得见道、无间道，那见到无间道之后呢，会升起解脱道。那什么时候升起见到解脱道的时候呢？那就会获得这个灭地的功德。那这个是三乘呢，都是一样的，无论说是声闻乘、缘觉乘或是大乘。那因为有见道还有修道，所以像是获得见道解脱道的时候呢，获得见道的灭地功德。那到修道解脱道的时候呢，就获得了修道的灭地的功德。所以灭地它的范围呢是比较大，因为你只要升起了就是解脱道的时候，无论是在见道或是修道，你只要升起解脱道的时候呢，在同时呢就会升起一个灭地的功德。不过涅槃呢是要在最后面呢，就是断除了烦恼障之后，或者灭尽定的时候呢，那才会获得所谓的涅槃。那如果呢，我们讲的就是在更就是分得更清楚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讲到灭地。那刚讲到说，当获得就是见道解脱道，或是修道解脱道的时候呢，就是只要进入圣道位之后呢，我们就会获得就是所谓的这个沙门性果。那沙门性果呢，就是可以分为两个，就是有为还有无为。那有为的这个沙门性果呢，就是解脱道。那在同时呢，它能够承办另外一个无为的功德。那这个无为的功德呢，就是灭地。所以有为的呢是解脱道，那无为的呢就是灭地。那这两者呢是同时承办的。所以在见道，就是当成为见道行者的时候呢，他的心绪，他什么时候获得见道解脱道的时候呢，他的心绪当中呢就升起了灭地的功德。但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获得涅槃，因为我们刚讲到了，获得涅槃的时候呢，你是要断除烦恼障，获得这个灭尽定的功德。虽然说这个灭尽定它本身也是灭地的这个体性，但是呢，灭尽定它一定要断除了烦恼障之后呢，才能获得。但是见道的这个有学道的这个行者呢，虽然说他的心绪当中有灭地，但是呢，他还没有断除烦恼障，所以他心绪当中的这个灭地呢，并不是涅槃。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讲到呢，就是有属于涅槃的灭地，然后也有不是属于涅槃的这个灭地。那就像呢，以声闻或是缘觉来说呢，就是当他们呢心绪当中的这个金刚预定三摩地，就是有学到心绪当中的这个金刚预定三摩地。那这个金刚预定三摩地呢，它最后呢所升起的这个无间道呢，他最后所升起的这个解脱道呢，那升起解脱之道之后，同时会获得一个这个灭地嘛。那这个灭地呢，就是灭尽定，就是涅槃，因为它已经是对视了，就是细品细分的这个我执，所以它断除之后呢，所获得的这个灭地呢，就是灭尽定，因为已经断除了烦恼障。但是除此之外呢，在声闻有学到，就是除了金刚预定三摩地所生的这个解脱道之外呢，那在之前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我执呢，它能够分为9品嘛，就是初分3品、中分3品以及细分3品。所以除了最后面金刚预定三摩地之外呢，那前面呢就是正对治其他8品我执的这个
无间道所引申的这个解脱道呢，那在引申解脱道的同时呢，也获得了灭地的这个功德，但是这些灭地呢，就不是涅槃，所以是有这样子的区别。那所以这里呢，我们先区分出了就是灭地呢，还有涅槃的差别。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讲到涅槃的时候呢，说涅槃它分为就是有余涅槃还有无余涅槃。那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如何来做区分呢？就是当我们获得了涅槃之后呢，那运体的这个相续未断除之前，那这个呢叫做有余涅槃。那运体的相续断除之后呢，那称之为是无余涅槃。那同样的呢，就是说十四师是像是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它也是如是的程序，就是它程序呢，就是运体相续未断除的涅槃呢，就是有余涅槃；那运体相续呢，已经断除的涅槃呢，就是无余涅槃。那什么叫做就是刚讲到的，就是下部中，就是下部中还有唯识中呢，他们所承许的无余涅槃。那稍微讲一下，就是秩序派，秩序派所承许的无余涅槃呢，就是苦地运体的相续呢是否存在？那苦地运体相续存在的这个涅槃呢，就是有余涅槃；那苦地运体的相续不存在的涅槃呢，就是无余涅槃。那我们现在回到呢，就是呃，唯识中呢，他们曾学到说，就是运体的相续呢，还未断除的这个涅槃呢，叫做有余涅槃。那运体的相续已经断除的涅槃呢，叫做无余涅槃。那什么叫做运体的相续断除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圆寂，就是他这一生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无余涅槃。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像是无论是声闻阿罗汉，或者说声闻有学道行者，或是缘觉有学道行者，他在最后呢，修道的最后面呢，升起金刚预定三摩地。那透由金刚预定三摩地呢，去正对治就是细体细分的我执。那对治之后呢，所引申的这个什么时候升起了解脱道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为了就是无学道。那这个补特伽罗呢，就是成为了无学道的有情。那我们讲到说，他什么时候升起了解脱道的时候？解脱道的时候呢，他就升起了这个灭地。那不过最后金刚预定三摩地所升起的这个解脱道和它同时产生的这个灭地呢，就是所谓的涅槃。那这个时候的涅槃呢，就是有余涅槃，因为呢这个补特伽罗呢，就是他的生命还在的缘故。所以在讲到说声闻独觉阿罗汉在无余涅槃时呢，那无余涅槃时就是说，当他就是圆寂的时候，当他今生的寿命结束的时候，叫做在无余涅槃时。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唯识中和中观中的这个差别。因为呢，在中观中呢，它是承许到说，所谓的涅槃呢，它一定是要在有情的这个心绪当中，就是要有一个有情，那才能够去安利它的涅槃。就是这个有情，它进入了涅槃，它是处于涅槃的这个状态。但是以就是唯识中来说呢，还有下部中来说呢，那这边唯识中指的是这个实相派的这个唯识中嘛。那实相派的唯识中呢，它既然这边讲到说，就是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讲说，无余涅槃呢，就是运体的相续呢已经断除。那运体的相续断除呢，就是指它五蕴呢都已经断除，无论是色受想行识呢，五蕴皆已经断除。那五蕴都断除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没有一个补特伽罗存在。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他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名的相续是断除了。那这个名呢，其实是指了知，就是说它这个了知的相续呢是会断除的。所以以这个唯识中来说呢，就是实相派的唯识中呢，它承许呢就是有阿罗汉，然后呢有所谓的无余涅槃，但是呢没有安住在无余涅槃当中的一个阿罗汉，就他承许有所谓的无余涅槃，他也承许有阿罗汉，但是他并不承许有一个补特伽罗呢，他是安住在无余涅槃当中的。因为当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这个补特伽罗它所有的这个运体的相续呢，全部都已经断除，所以就没有办法安立这个补特伽罗，所以他承许有无余涅槃，但是呢没有安住在无余涅槃的补特伽罗。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
唯识实相派呢，它承许就是当阿罗汉声闻还有缘觉的阿罗汉，他在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就像油灯熄灭一样，它的相续呢就完全的断除。就像我们的油灯呢，酥油灯呢，它熄掉之后呢，即使呢你再把它点燃了，那之后点燃的这个光呢，它也不是之前这个油灯的这个光的这个相续，它的相续就已经断除。所以这讲到说，声闻还有独觉阿罗汉呢，在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他的一切五蕴的这个相续呢，就随之断除。那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讨论最清楚的地方，就是在现观的第二品。在现观第二品里面呢，就是讨论到了就是到底是究竟三乘道还是究竟一乘道。那因为讨论到了究竟三乘道和究竟一乘道的缘故呢，所以就会讨论到说，一切有情的心绪当中呢，到底是否具有成佛的这个种性，是否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成佛。那也因为讨论到说一切有情是否都能够成佛呢，那会讨论到那轮回呢，它到底是有边际呢还是没有边际。那也因为讨论到了究竟三乘道的缘故呢，那会讨论到说，那三乘道的有情，或者说承许说究竟一乘道，那承许究竟一乘道呢？那前面安立了三乘，那声闻还有独觉的这些阿罗汉有情呢，他在去入大乘道的时候呢，是从大乘的初地呢，直接进入大乘的初地，还是从大乘的哪一个位阶开始进入呢？那在现观的第二品呢，就是讨论的非常的详细。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又会细分到说，就是因为讲到说，就是究竟三乘道还有究竟一乘道，所以声闻还有缘觉的阿罗汉呢，就是又分为两种，一个呢就是极尽解脱阿罗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去菩提阿罗汉。那对于这个极尽解脱阿罗汉来说呢，就是他会证得这个无余涅槃，就是他获得有余涅槃之后呢，之后他就是当他的寿命呢结束之后，他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这种阿罗汉呢，就是称为极尽解脱阿罗汉。那这种极尽解脱的阿罗汉呢，他是没有办法趋向于大乘的。那能够去向大乘的呢，就是能去菩提的阿罗汉。那这个能去菩提的阿罗汉呢，他在获得声闻和缘觉阿罗汉之后呢，他并不会去入于这个无余涅槃，他会就是安住在有余涅槃当中，然后最后呢，他会去入于大乘，因为希求佛位的缘故呢，所以他最后会去入于大乘。那这一种就是能去菩提的这个阿罗汉呢，他就不会进入无余涅槃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讲到说，就是极尽解脱的这个涅槃呢，极尽解脱的这个阿罗汉呢，他在去入，他会进入无余涅槃。那进入无余涅槃，就是在这边讲的他的了知的这个相续呢就断除了。那刚才讲到呢，另外一种呢，就是能去菩提的这个声闻，能去菩提的这个声闻阿罗汉呢，他承办了阿罗汉果位之后呢，那他会把他旧的这个运体呢，就是藏在一个极静处，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他自己呢会就是化成另外一个身体。那化成另外一个身体之后呢，就会在其他人的面前呢，就是展现和我们一样，就是生老病死这种，那乃至于说呢，最后进入无余涅槃的这种状态，它会显现这样，就是会以这样子的化现呢给其他的有情看。不过呢，它藏在极静处的这个身体呢，它会持续的呢，就是累积，就是能够成佛的这个质量，然后直到最后成佛为止。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根据唯识实相派呢，主张声闻独觉阿罗汉呢，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呢，那心绪的了知的这个相续呢，是会断除呢，指的呢是这个极尽解脱的阿罗汉，并不是说所有声闻缘觉的阿罗汉呢，他都会进入无余涅槃。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就是唯识实相派呢，它承许呢，就是佛圣者的这个呃了知的相续呢，是不可能会断除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就是唯识实相派呢，它承许就是声闻独觉阿罗汉呢，他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他的了知的相续是会断除。不过呢，就是大乘阿罗汉，就是大乘的这个佛圣者呢，他在
它在最后面，就是它的心绪的了知呢，是不可能会断除的。就是说，讲到三乘的有情，三乘的有情呢，它在依着就是各自的这个见解以及资粮之后呢，各个承办三乘的菩提。不过大乘和小乘的区别呢，就在于说，小乘的行者呢，他在成为阿罗汉之后呢，他会进入无余涅槃，那他的了知的相续是会断除。不过大乘呢，即使承办了这个无学道的果位呢，那他了知的相续呢，也是不可能会断除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不会为什么大乘圣者他心绪当中的了知呢，他的相续不可能会断除的原因。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佛圣者他的心绪的这个了知呢，是不可能会断除的呢？那三乘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最主要也是在说，因为他们一开始呢所发的愿不同的缘故，因为愿不同的缘故呢，所以最后他所感得的这个果报呢，无论说他在道的殊胜也好，或是涅槃的殊胜也好，或者说利益有情的殊胜也好呢，就是大乘呢都是远超于二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就讲到说，因为菩萨他们呢，在最初在摄究净天呢，那这个摄究净天呢，指的是这个密言刹土，在密言刹土当中呢，就是以报身呢成佛，所以只要轮回不空的话呢，那报身他就会以这个有情他所要见到的这个形象呢，那依着各自有情的这个因缘呢，或者说各自有情的这个根器呢，然后会以各种的化身呢去行利他，所以从这边呢就显示出了就是大乘呢超胜于二乘的这些地方，就是他们的发愿的不同，然后呢利他的不同，然后呢道的不同，以及呢涅槃果位的不同，然后由这些呢讲到说大乘呢超胜于小乘的原因。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三乘各自的种性呢是决定的。那三乘各自的种性是决定的呢，这里就显现出了说，就是他们承许呢，就是唯识实相派呢，它是承许呢就近三乘道的。那什么是就近三乘道呢？就讲到说，因为各自种性是决定的缘故呢，所以是声闻种性的话呢，它最后呢就是决定承办就是声闻阿罗汉的果位。那如果是缘觉种性的话呢，它最后就是决定了它的就近果位呢，就是承办缘觉阿罗汉。那它的种性呢是大乘种性的话呢，它最后就是决定承办呢，就是大乘的这个果位，佛菩提的这个果位。那所以讲到说三乘各自的种性是决定的呢，就只要说就是它不承许说就近一乘道，因为它承许有就近的三乘道，所以呢，声闻的阿罗汉呢，他获得了他的就近的果位呢，就是声闻阿罗汉之后呢，他就进入无余涅槃，他不需要呢再去承办独觉阿罗汉或是大乘佛位的这个果位，不需要。那同样呢，缘觉阿罗汉呢，他在承办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果位之后呢，缘觉的这个果位之后，缘觉阿罗汉果位之后呢，他也不需要进入大乘道，他直接就是进入他的这个无余涅槃。那大乘呢，就是当然就是承办就是佛位。所以三乘各自的种性是决定的，就讲到说这边呢，它是就近三乘道。因为什么是就近一乘道呢？就近一乘道呢，就是说不论你是一开始学习声闻或是缘觉，最后呢，你还是要进入大乘的菩提呢，所以这个叫做就近一乘道。那三乘各自种性是决定的呢，就表示说他们并不承许就近一乘道，他承许有就近三乘，就是每一乘呢，就是到达自己就近果位之后呢就可以了，不需要呢声闻呢阿罗汉再进入就是缘觉道，那缘觉阿罗汉呢他也不需要再进入大乘道，所以这个呢显示出了就是就近三乘道的内容。那因为呢，就是三乘它各自的种性是决定的呢，所以他们是承许到呢，就是诸有情呢，从无始以来呢，就有三种不同的种性，还有说他们的这个本质，就是说它的各个的这个体性，就是说所谓的种性呢，就是声闻的这个声闻种性的有情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对声闻道呢比较欢喜，或者说对声闻的果道呢比较欢喜，他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果位。那缘觉种性的有情呢，他就对于说缘觉的果位呢，他比较欢喜。那大乘呢，就是对于大乘的这个果位呢，他
从无始时以来呢，就因为这个种姓的缘故，它自然而然就是对这一方面的法类呢，它会比较相应。那因为比较相应的缘故呢，所以就形成三种不同的这个性解或是圣解，那就是三种不同的希求。因为它本身就是欢喜于声闻道的缘故，声闻果位的缘故呢，那它自然而然呢，它就会希求这个声闻的菩提。那它的种性呢是缘觉的话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希求这个缘觉的菩提。那它的种性是大乘种性，它就是会希求大乘的菩提。那也因为有三种不同的希求的缘故，就有三种不同的这个修行。那这个修行呢，指的就是说能成的道。那能成的道呢，就是方法。那能够承办声闻果位的这个方法呢，那就是声闻的五道。那缘觉的果位呢，就是缘觉的五道。大乘的果位就是大乘的五道。那也因为透过这三种不同修行呢，所以他所获得的果位呢，那无论说这个果位，我们只说声闻阿罗汉、缘觉阿罗汉，或是大乘阿罗汉佛位，或者说呢讲到三乘各自的这个无余涅槃的，那都是呢可以的。那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三乘各自种性是决定的呢，所以他安立了究竟三乘道。所以就讲到说，你只要是具有声闻种性的有情呢，那你最后呢，一定是承办这个声闻的阿罗汉果。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能去菩提的这个声闻阿罗汉，那能去菩提的声闻阿罗汉呢，它并不是这个声闻种性，它也是它的种性呢也是大乘的种性，不过呢，它在承办大乘的这个功德之前呢，他先去向于就是声闻的这个菩提之外呢，他并不是就近声闻乘的这个有情。那就近声闻乘的有情呢，决定说他最后呢就是仅会承办这个声闻的菩提。那缘觉乘有情呢，他就是仅会承办这个缘觉的这个无学道的这个果位。那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呢，三乘呢它的种性呢是决定的。那也因为呢，三乘种性是决定的缘故呢，所以它有不同的这个种性。那有不同的种性呢，它就升起了不同的这个性解。那不同的性解呢，而产生不同的这个修道的这个方式，所以会有不同的果位。那这个呢，可以从理路以及这个教典呢来成立。那理路是怎么成立的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唯识中它最主要的根本的这个程序呢，就是讲到说，依他起还有缘成时呢是第十成立的，那片计持呢是第十不成立的。那因为依他起呢，就是我们心或者说心的这个习气呢，它是第十成立的，所以它一开始呢就已经决定了说你的种性呢是声闻或是缘觉或是大乘的种性，因为呢心呢它是第十成立的。因为这一点的缘故，所以他承许说一切有情呢，从无始时以来，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种性。最主要成立的理由呢，是因为呢，依他起呢是第十成立的，所以依他起既然是第十成立，不需要观待于其他语法的缘故呢，所以他一开始呢确定是声闻种性的时候，他最后呢就只会承办声闻的阿罗汉的这个果位。那它的依据呢，最主要也是从解深密经当中出来的，因为解深密经当中里面呢就讲述到说为什么会有三乘道的缘故，那就讲到说因为声闻独觉他们的种性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慈心以及悲心呢，就是和大乘相较起来呢是较为微弱的缘故，所以他无法承办这个大乘的果位。所以这边呢是讲到说，唯识派呢就是唯识实相派呢，他承许究竟三乘的这个理路以及他所依据的这个经教。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唯识假象派。那唯识假象派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随理型的这个唯识宗嘛。那就讲到说，随教型的唯识宗呢，就是实相派呢，它承许呢就是究竟三乘道。那不过呢，就是随理型的唯识宗，也就是唯识假象派呢，它承许呢就是究竟一乘道，它并不承许究竟三乘道。所以他因为承许究竟一乘道的缘故呢，所以他主张就是声闻缘觉阿罗汉呢，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他了知的相续呢，并不会断除。为什么他了知的相续并不会断除呢？因为他承许究竟一乘道。那如果说他承许获得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他了知的相续会断除的话呢，那他相续断除之后呢，他如何再去投生？他如何呢再去成佛？就没有办法继续
继续去成佛了。所以如果他承许呢，就是在进入无余涅盘的时候呢，和实相派一样，他的相续会断除的话呢，那他就没有办法成佛。但是呢，因为水里行的这个唯识宗呢，就是假相派呢，他承许呢就近一乘道，一切有情呢都会成佛。所以，即使身为阿罗汉，他在进入无余涅盘的时候呢，他仅仅是这个苦地的运体的相续断除之外呢，并不是运体的相续断除。所以这假如说，为什么他们承许到说了知的相续并没有断除呢？因为他们承许呢，身为阿罗汉还有圆觉阿罗汉呢，他们在进入无余涅盘的时候呢，它仅仅是断除了就是苦集二谛所摄的这个了知，就是苦集二谛所摄的这个运体，就是断除之外呢，了知的相续呢并没有断除，所以他们承许呢就是就近一乘道。所以呢，这也就讲到说，就是唯识假象派呢，就是水底行的这个唯识宗呢，他因为承许说，就是声闻缘觉阿罗汉呢，他心绪的了知，在无涅槃的时候呢，心绪了知并不会断除，因为它仅是断除了就是苦集二谛呢所摄的这个运体。那苦集二谛所摄的运体断除呢，并不表示说你的这个世运呢跟着断除，就是你的世运呢它还是在的。那因为世运还在的缘故呢，运体还在，世运还在缘故呢，它还是能够去入于大乘道，然后呢，坚持在大乘的这个五道之上呢，不断的增上，然后呢，最后呢，趋向于佛位。所以他们承许呢，就近一乘道。那也因为呢，就是实相派呢承许就是就近三乘道，那假相派呢承许就近一乘道，所以呢，实相派呢他不承许说一切有情呢都会成佛，那假相派呢承许一切有情呢都会成佛。那在现观第二品里面呢，因为这讲到说一切有情呢，它既然都会成佛的话，那声闻还有缘觉的阿罗汉呢，他在进入大乘道的时候呢，会从大乘的哪一道呢去入？那这个呢，在现观第二品里面，在就是这部分内容之后呢，它又会有一个新的科判。这最主要呢，也是依靠着就是依据就是楞伽经，因为楞伽经里面呢有讲到说为什么要去入于这个为什么承许说就近一乘道，一切有情都会成佛呢？因为就是一切有情呢，它一定要断除一切的所断，它所断一切都要断除之后，它才能够获得就近的菩提。那以声闻阿罗汉来说，他并没有获得就近的菩提，虽然说他获得了就是至道的菩提，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就近菩提，因为他尚未断除一切的所断，他仅仅是断除了就是至道的所断之外呢，他并没有断除一切的所断，所以想要获得菩提呢，就一定要获得就近的菩提。那就近的菩提呢，就一定要是断除所有的所断，你才能够叫做获得就近菩提。你不能说获得了声闻的菩提，那是就近声闻菩提，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就近菩提，因为它没有把一切的所断呢都断除。所以才讲到说，为什么一切有情都会成佛呢？因为一切有情最后呢都会去入于就近菩提。那所谓的就近呢，就是一切的所断呢都要断除，而不是仅断除了就是一部分，像只断除了所知障呢，它并不是断除所有的这个所断，所以一切有情呢一定要断除所要希求的这个就近菩提呢，一定是大乘的菩提，因为呢唯有大乘的菩提呢，才是断除了所有所断的这个菩提。那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了，就是实相派呢，它承许就是就近三乘道的理路呢，以及它所依据的这个经典。那同样的，假相派呢，它所依据的这个经典以及理路。那除了就是楞伽经里面呢，那像是白莲花经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呃这个大师呢，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三乘道呢？他讲就近三乘道的缘故呢，是为了就是引导有情的缘故。实际上呢，这个是大师呢他的一个方便，也就是佛呢他的一个方便之外，实际上呢只有就近一乘道，并没有所谓的就近三乘道。讲到就近三乘道呢，只是为了帮助就是各道的，就是各个不同根器的有情呢，驱引他就是去向于就近佛道的一个方便之外呢。事实上呢，并没有所谓的就近三乘道，就是唯有就近一乘呢，就是大乘道之外。那所以呢，在这个白莲花经里面呢，就
譬喻到说，为什么说这个世尊呢，他是具有这个善巧方便呢？那就举一个譬喻来说呢，就是在白莲花经里面就譬喻到说，就是大商主呢带着这些人去寻宝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前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呢，他们是靠有这个寻宝呢去获得。那以现在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是用钱嘛。那不过以前去寻宝的时候呢，那在海上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为了去找到这个宝物的时候，会花很长的时间。那为了让这些就是跟着大商主一起去寻宝的这些人呢，让他们的心能够安住，不然呢，就是一到海上的时候呢，觉得说大海一望无际，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呢，那可能就是心力呢会低沉下去，所以这个具有悲心的这个商主呢，他就会在海上呢，就是划线种种不同的这个岛屿。然后呢，让船只呢可以到这个岛上呢去做休息，然后之后呢再继续起航，再到另外一个岛屿再休息。那这样呢就会离他所要的这个具有大宝藏的这个地方呢就会越来越近。那如同于此呢，就是对于一些就是一开始呢听到说要成佛呢要花3大阿僧祇劫的时间，那有些有情呢可能会因此而感到部畏，所以为了就是教化这些有情呢，所以先显示了三乘道。所以当他获得声闻及缘觉果位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二相里面呢已经断除了这个烦恼上，好像呢断除所知上呢会比较快一点，所以他的心力呢又能够提起来。所以是为了这个目的呢，所以才讲了究竟三乘道。那实际上呢，世尊他最主要的密意呢，就是为承许呢究竟一乘道。所以呢，那这时候人家就问到说，像是这个唯识的这个假象派，还有像是中观宗呢，就会问到他们说，你们承许呢究竟一乘道，但是佛陀呢在这个解释密经里面呢，就是讲到说究竟三乘道。那这时候他们就会他们就会回答到说呢，就是如同你们所讲的，因为三乘呢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种性，然后呢也有它的这个不同的体性、不同的圣解，所以为了让这些有情呢，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有情能够引导他们去向大乘的缘故呢，所以讲述了三乘道。实际上呢，也是为了引导他们去向究竟一乘道的缘故呢，才讲述了究竟三乘道。那所以我们上述呢就已经讲完了，就是关于唯识中呢它所有的这个内容，就是关于呢像它的这个静有静，然后无我的方式，还有说它地道的建立。那关于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全部都解释完毕。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什么是种性，什么是大乘种性？那这里呢，就想要说，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种性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有三乘的各自的种性嘛，就是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还有大乘种性。那声闻种性呢，就是能去向于声闻菩提的这个能力呢，叫做声闻的种性；能去向缘觉菩提能力呢的能力呢，这个叫做缘觉种性；能去向于大乘菩提的这个能力呢，叫做大乘种性。所以就是能够趋向于就是各自菩提的这个能力呢，就是这里所谓的种性。就是还有呢，想请问仁波切，究竟一乘呢，是说每一个普特伽罗呢，就是透过修行都能够成佛？那只说是每个普特伽罗最终呢，都一定会修行，也一定会成佛嘛？那仁波切就回答说是的，就是为什么会承许到所谓的究竟一乘道，一切有情呢都会成佛，或者说一切有情呢就是堪能成佛。一切有情堪能成佛，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这个障碍呢，它都是暂时的，然后所有新的体性呢，都是光明的。透有这两个理路呢，然后去成立一切有情皆能够成佛。那虽然是说呢，就是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就是最后呢都会成佛。那不过呢，就是也会有人问问题说，一切有情都会成佛的话呢，那只是指说每一个有情都会成佛嘛？那如果说每一个有情呢，就是最后全部都已经成佛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因为报身
报身否呢，它具有五决定嘛。那我们讲说五决定呢，就是眷属决定嘛。那眷属决定就是说它的眷属呢，就是唯有大乘菩萨围绕。那这时候所有的有情都成佛了，那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大乘菩萨啦，因为都已经是佛。那是不是就会有说不具备五决定的这个佛？那同样呢，就是五决定里面呢，也有讲说，就是报身佛呢，它为说大乘法。那讲大乘法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有一个能讲法的一个所化机，能讲法的对象。但是当一切有情都成佛的时候呢，他如何去对那个所化机讲法？因为已经没有所谓的所化机啦。那这个时候会变成说，就是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但并非是一有情呢不用成佛。那不过这个呢，就是在回答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各种回答的这个方式，就是有人会升起这样子的疑惑。先回答呢，就是为什么就是声闻和独觉的福德之量和智慧之量没有差别呢？那福德之量呢，就像是课文里面所讲的，就是以独觉的这个有情来说呢，他所修的呢是中品之量。为什么是中品之量呢？因为跟声闻比起来呢，它的资粮呢，就是需要更多资粮的缘故，所以他所累积的呢是中品资粮，但是和大乘比起来呢，又是较大乘少的缘故，所以它称之为是中品资粮。那声闻的叫做下品资粮，最主要是因为它和独觉比起来呢，它所需要的福德呢也不需要这么多的缘故呢，所以是下品资粮。那所以在福德之量上呢，就是声闻和独觉呢是有差异的。那在智慧之量呢，那二者呢就是都没有差别，因为他们的所修呢都是这个不特求无我的这个了知，所以在智慧之量上面是没有差别。那有差别的呢是在福德之量。那就是为什么声闻需要三世，那缘觉需要百劫呢？那同样呢，也是以他们的果位来看，因为声闻缘觉的果位呢，叫声闻更殊胜、更超胜的缘故呢，所以你要获得这样子的果位呢，你就需要透过百劫呢去累积质量。那声闻的果位因为较容易获得的缘故呢，所以它只要三世呢就能够成办。就是这边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比量呢必然是分别，那推理之量呢必然是分别呢是没有过失的。那这主要的原因呢是为什么？那就是同样的理路，为什么推理之量呢它并不会有过失？那我觉得这主要是说，就是藏文跟中文就是语法上面的一个问题啦。就是有一些辩论，就是你用藏文辩的时候，它是会比较通，但是你用中文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比量跟这个推理之量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差别。那其实它最主要呢，就是人们界讲的这个是讲到说，就是有法无效的这种辩论的时候呢，会产生如是的这个过失。那用用这个，所以我们在解释上面的这个是比量的话呢，它一定要是分别呢，所指的这个比量呢，指的是这个推理质量嘛。那人们接着讲说，为什么说是以比量呢？必然是分别，就是用这个有法无效的时候呢，它会有过失。就想说，平有法呢，就是平有法，我们用平有法或是住持有法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承许说是比量呢？就是因为在承许的时候呢，会承许说，你只要有这个瓶子或是柱子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通达它的这个比量，所以呢，一定会有通达它的这个比度。那既然有比度的话呢，就是你无论放瓶子当做有法，或是当柱子当做有法的时候呢，就会有所谓的这个比度。那既然有比度的时候呢，那它一定是了知嘛。那在了知里面呢，它要么就是量，要么就是非量，那它一定是量。所以呢，它就会变成说，比度呢它是量。所以这边的比量指的是呢，比度是量。但是你这个用中文来看的时候，就会比较，看不出它的差异性啦，比较看不出它的差异性。那还有呢，就是人们切就是补充刚刚所讲的，为什么说一个说圆觉它的果位比较超胜，那声闻的果位呢，相较于圆觉比起来呢，没那么超胜。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声闻呢，它在就是承办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它是可以不需要
依靠善知识的言教，它可以透由智力承办果位。但是声闻呢，他在承办声闻果位的时候，就是承办声闻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他一定要依着善知识的言教呢，他才有办法就是承办果位。所以从这边呢，可能看得出就是二者的这个差别。就是请问仁波切，就是声闻缘觉他们所获的果位呢，都是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为什么缘觉呢，他不走声闻道？因为时间比较短，而且获得的果位呢是一样的。那仁波切这里就回到说，就是他们的果位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就像刚所讲的，就是声闻他在最后面他要承办声闻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他一定要依靠善知识，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佛出世的时候呢，才会有所谓的声闻。但是缘觉呢，就是他不用佛出世，他可以依有智力呢承办他的果位。所以和声闻和缘觉相比的时候呢，缘觉呢是属于利根，那声闻呢是属于钝根。就是说这两者相比较的话，所以他们所获的果位呢是不相同的。那就是还想请问仁波切，就是随教的唯识派，就是呃唯教唯识的这个随教型呢，随教型的这个唯识中呢，他们就是认为释迦牟尼佛呢，他所获得的涅槃是有余涅槃还是无余涅槃的？那释迦牟尼佛涅槃时，他的这个运的相续就是有没有断除呢？那就是无论是这个随教型或是随理型呢，那就是对于导师释迦世尊来说呢，他所获得的这个涅槃呢，是无余涅槃，是不会有争议，因为他们都承许说，就是佛菩提的佛陀的这个涅槃呢，它的运体的相续呢，并不会断除。因为我们课文里面呢，就想要说，就是声闻缘觉的这个无余涅槃呢，它的这个运体的相续呢是会断除的，但是呢，大乘的这个无余涅槃呢，它的这个相续呢是永远不会断除的，就是课本里面呢也有讲到。接下来呢，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声闻独觉的这个空正见，还有大乘菩萨的这个空正见呢，就是有没有差别？那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说声闻独觉的空正见呢，它所支持的呢，就是这个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正见嘛。那大乘菩萨心绪当中的空正见呢，最主要讲的呢是支持法无我的这个正见。所以以体性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是人无我的这个正见，那一个呢是法无我的正见。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体性上面的差别。那如果说两者呢，就是以这个空正见呢，如果都是指说，普特伽罗就是无我的这个见解。那虽然说呢，大乘菩萨心绪当中这个普特伽罗无我的见解呢，和声闻缘觉他们的这个普特伽罗无我的见解呢，虽然所缘的呢都是普特伽罗这个独立实体空，但是呢还是有差异。那差异呢，最主要是在于就是就是它的这个助伴，因为呢，大乘的这个见解呢，它是有这个慈心、悲心、菩提心等等方便分呢作为它的这个助伴。那声闻独觉呢是没有这个方便分呢来作为助伴的，所以还是有差别的。那还有想请问仁波切，就是种子和习气是同义的，但是三清净地的这个习气呢，是否只是习气，不是种子？那仁波切就说，这个其实还是一样，就是就算到了就是八九十地呢，就是清净地的时候呢，同样也可以安立呢，就是它的习气跟种子呢还是有差的，就是善的这个种子，就是八地菩萨心绪当中善的这个种子，还有善的习气呢，也还是可以做一个区分，不一定说到习气三清净地之后呢，就只有习气没有种子，不需要这样去安立。那或者是说呢，就像我们上堂课所讲到的呢，就是我们种子呢，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善的，这个善的这个因呢，叫做种子。那这个种子它之后呢，所生它的果呢，就是它所生的呢，这个叫做习气。那从这里来分的话呢，同样的就是三清净地呢，你也可以去区分它的种子，还有它的习气，是也可以做出这个区分。